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种篇度第二部分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19课读讲练习第一，这安怎读？行政，行政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识得，识得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甘草，甘草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草鞋，草鞋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兴趣，兴趣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清芳，清芳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鼓掌，鼓掌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上元，上元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上车，上车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中毒，中毒。第11，这安怎读？人客，人客。第12，这安怎读？便当，便当。第13，这安怎读？番禺，番禺。第14，这安怎读？健美，健美。15，这安怎读？勇行，勇行。听写练习。冷气，冷气。17，气力，气力。第18，趣味，趣味。第19，经理，经理。第20，丈夫，丈夫。第21，临床，临床。第22，骑马，骑马。第23，烦恼，烦恼。第24，坐船，坐船。第25，瞓觉，瞓觉。第26，信用，信用。第27，忧愁，忧愁。第28，臭酸，臭酸。第29，淡水，淡水。第30，尖线，尖线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。
人工出版社出版。